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生活創作呢個頻道。無論幾駕輕就熟，其實每一次對自己同團隊都係一個考驗。可唔可以堅持到，就要睇下自己有幾執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280尺居屋單位，整體採用咗自然木紋配色。客人驚唔夠空間儲物，所以就做返大曲尺櫃。睡房選擇升高地台，增加儲物空間。趟門混合玻璃，保留採光效果。床尾就設計返半身櫃同衣櫃。廚房原來嘅洗衣機位同煮食爐位對調，令空間更加實用。浴室就大執位，變返大企缸，終於可以舒舒服服咁沖涼啦。又係少少工商時間，如果大家覺得設計唔錯，歡迎快啲聯絡我哋查詢。希望下一間介紹嘅就係你屋企，多謝大家。